前民进党主席郭文德等4名被告放起诉了后，2摆交保。警方涉案北检控告成功，昨台北地方法院第3摆召开羁押庭，经过超过3点钟的审理，裁定郭文德还有维京集团党的主席沈庆京、台北市议员应晓薇、众望基金会董事长李文忠等4个人全部羁押禁见。闹出笑容，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晓薇上早到台北电视报道，了是众望基金会董事长李文忠对提问拢无回应，在律师的陪伴之下进入办案。维京集团主席沈庆京原本要手术临时接到开庭消息，紧急取消。经发生案件北检各提控告成功，台北地院昨暗时6点重开羁押庭，现被告要拼自由，甚至串证正做公放焦点。沈庆京夫人乌西表示，家己资产比负债较大，未逃亡。特别80岁无被动山再起，佮强调无管是甲官员讲钱，若无何良斌时代就配合咯。检方甲李文忠交代消费不可损益表有别证的嫌疑，李文忠强调，损益表放伫公开办公室，假日无要入办公室，则请李文官改假喙。后进检方所指，伊是我要摕分心，强调这是持股股份，分心毋是我，大家拢知影分心是蔡碧如。另外，应晓薇是组长，即卖销户只剩30多万，愿意无伫手机安装通讯软体，定期申报法院，佮愿意配合每日到警察局报道，未离开台北，当希用任何形式方式配合法院指示，就是希望维持交保裁定。不过，这讲法拢无互法官采信，3人拢做裁定羁押，禁止通信。不过，议员会用提控告。另外，伫审问庭最后定数，审审法官问北检押到什么时阵能接受？检方回应，至少伫法庭审理的证人交互审问定数完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